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優質生活由此起。今日我哋繼續係請到多倫多大學牙齒修復中心嘅林香恩副教授。Dr. Lim 你好。你好。有觀眾睇咗我哋節目之後啦，問佢有牙醫咧話佢係患有牙槽骨吸收㗎，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下咩係牙槽骨吸收呢？咁可以有唔同幾個原因。咁第一個呢，就係如果隻牙要脱咗佢、剝咗佢，跟住過咗一段時間冇刺激力呢，咁佢個骨就會自然咁收縮。咁第二呢，就有時候發炎，咁發炎之後呢，一樣喺個局部個位呢，就會一樣個骨會收縮。咁第三就有牙周病，咁我哋上次有講過呢，牙周病呢會將個骨收縮咗之後呢，跟住牙甩咗之後呢，個骨個位就唔係幾啱。咁第四呢，就係如果你話好似滑雪滑冰撞到隻牙呢，咁撞到之後呢，咁有時候個骨都會碎埋嘅，有時候如果嚴重，咁呢個又係問題。咁最後呢，就係有時候剝牙嗰時呢，有時候有原因呢，我哋要將個旁邊嘅骨清潔乾淨，或者發炎，或者有唔同嘅原因脫個牙嗰時呢，個骨一樣係好似冇咗咁樣。咁其實牙槽骨吸收係一種點樣嘅牙病呢？有唔同嘅情況啦。咁如果局部嚟講呢，就係有少少唔方便。咁如果冇刺激力喺嗰度呢，咁旁邊嘅牙呢就會走位，會瞓低，或者對方個牙會長落嚟，咁個骨嗰度有啲影響啦。咁如果其他嘅情況，好似喺牙橋嘅下邊呢，如果喺牙橋下邊嗰度長期冇刺激力咧，咁個骨喺個橋下邊收縮咧，咁就會有風有罅。咁喺嘴後邊個位咧就有少少唔方便，咁食物好容易藏喺嗰度，咁就有時候唔習慣，就要每次食完嘢要清潔。如果喺門牙前面嘅橋咧，咁有唔同嘅問題啦。有咩問題咧？就講嘢發音嗰時嗰啲氣就出嚟，咁佢發音就唔係幾準。咁一樣，如果食嘢藏喺嗰度咧，就有時候唔係幾方便。食完嘢又要每次都係整乾淨。咁如果呢個問題咧，就係話唔係淨係局部，係成嘴咁樣情況咧。如果觀眾有啲假牙咧，佢要坐喺個骨上面，咁骨過咗一段時間收縮咧，佢會覺得自己嘅假牙好似鬆咗咁樣。咁鬆咗嗰時就唔係幾方便，咁咬食嘢嘅力咧就會刺激個骨，同埋有時候磨到個牙肉。咁有時候咧，佢個假牙就感覺好容易好鬆啊。咁食嘢啊、講嘢嘅時候，好似就你要飛出嚟嗰時咁樣，就係少少唔方便咁樣。咁呢個就因為佢骨大概嚟講係開始收縮咗咯。咁其實咧喺醫學上面咧係點樣係導致牙槽骨吸收咧？係有咩原因咧？有一樣唔同嘅原因。咁最大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冇刺激力。咁唔係講牙，就係講身體嚟講啦。咁有時候如果我去滑雪啊、滑冰，我手斷咗咁樣，咁放咗一嚿石膏，咁醫生話唔好喐佢呢邊手，差唔多1個月時間。咁過咗1個月嘅時間，佢拆我嘅石膏嗰時咧，咁我如果去比較我左手同埋右手咧，我個肌肉同埋我個骨，同埋如果照咗 X 光咧，我個骨冇咁硬㗎，就因為呢段時間我冇去俾佢刺激力。咁身體咧，你需要一啲刺激力先至可以有反應㗎。咁喺骨嚟講係一模一樣㗎。咁喺嘴裏邊咧，就係因為嗰個位冇繼續刺激咧，佢就會自然收縮㗎。咁樣嘅情況，呢個係最大嘅原因。咁如果我哋話有牙槽骨吸收啦，對我哋嘅口腔健康最大嘅影響喺邊度咧？即係喺嘴裏邊咧有唔同嘅情況咧，咁要睇第一佢收縮嘅時間係幾長時間，同埋情形係點樣。如果啱啱開始或者個位少啲，就可能觀眾或者都唔係幾覺得，但係過咗長一段時間，1年、3年、5年咁樣咧，咁麻煩就有少少唔方便，就好似頭先我講個走位啊，食物會藏喺嗰度。咁遲啲你話真係想整佢咧，都係麻煩啲，因為佢嘅骨已經收縮咗啦。咁其實牙槽骨吸收咧，係咪分唔同嘅程度嘅嚴重情況咧？係，就係一樣，就係要睇時間同埋原因係咩原因。咁牙周病嘅收縮嘅骨咧就唔同嘅，因為係慢慢降落嚟。咁如果係局部係發炎咧，咁佢多數係佢個闊度就又有改咗，咁所以要睇情形點樣嘅。咁如果我哋真係患有牙槽骨吸收啦，有咩方法可以避免或者係延遲呢個惡化呢？
咁有大概係兩個辦法，一個就係真係避免。避免嘅意思就係，如果我哋知道為咗唔同嘅原因，一隻牙要脱咗佢或者剝咗佢啦，我哋會諗有冇辦法係啜吸剝嗰時咧，就幫佢種骨喺入去。種呢個骨咧就避免佢繼續收縮，而且如果過咗一段時間咧，咁就可以起碼收縮嗰個唔會咁快。咁呢個就叫做避免。咁第二個方法咧就係真係種咗骨，傷口好咗之後啦，差唔多要過4個6個月時間啦。咁我哋會要刺激個骨，唔好俾佢繼續收縮。咁刺激嘅意思咧就表示要種入去，種咗骨入去咧就刺激佢，呢個係咁樣嘅辦法。咁如果我哋有咗呢種牙槽骨吸收啦，我哋想拖延佢惡化嘅時間呢？拖延佢之後，如果你種咗入去之後，如果過咗1年時間被咬嘢、食嘢刺激個骨咧，咁應該咧佢嘅身體就將佢嘅種嘅骨變成自然嘅骨，咁你就當佢直情係自己嘅骨。咁我哋會教觀眾係點樣保持乾淨啊，就普通刷牙用牙線檢查。咁我哋啲牙醫會幫佢照 X 光，過咗1年2年時間睇嗰個有冇變化，大部分咧就唔會噶啦。咁你頭先講到呢個有一種叫牙骨移植咧，可以去醫治呢種牙槽骨吸收嘅。咁其實佢大概嘅步驟係點樣呢？大概嘅步驟，第一佢個位咧要唔可以發炎啦。咁我哋要睇清楚，佢個情況係點樣，係乜嘢位要種，因為有唔同嘅辦法嘅。跟住之後要同病人講清楚，咁佢了解，而且要需一段時間。種咗之後咧，最起碼係4個月。有時候如果種其他個位咧，我哋要等長啲時間。咁其實做呢種牙骨移植嘅最大好處係咩呢？最大好處就真係好似自然嘅牙位啊，佢牙骨可以將佢長翻嚟、補翻嚟，就好似你自然嘅病人嘅個位咁樣而防備其他嗰啲牙會走位啊，防備你咬嘅力唔舒服，而且面型都唔會變。如果你話好似成嘴都係假牙咁樣啦，佢嘅面型都會變埋㗎。咁如果有刺激力喺嗰度啦，咁外表都有好大嘅分別㗎。咁有咩唔好嘅地方呢？唔好嘅地方咧，都係有幾件事。第一，要做手術。咁我都明好多都唔係幾想做手術，我明，但係起碼要做，而且都唔會太痛。如果我哋係俾佢食止痛藥同埋打麻藥咁樣。第二就係費用，因為一定要加啲費用、材料同埋個手術。咁第三就需要時間，咁就要真係要等一段時間，4個6個月，可能有時候慢啲，不過都要等佢自然嘅身體俾佢好返。咁做呢種牙骨移植咧，喺材料方面有啲咩選擇呢？大概係有就4種。咁第一就係病人自己嘅骨。咁第二咧就係用喺樽裏邊買翻嚟嘅，咁樽買翻嚟咧有牛同埋豬嗰種骨，咁第三種咧又係喺樽買咧係其他人嘅骨，咁第四嘅就係人造嘅係假嘅，叫做 synthetic 嘅骨，有唔同嘅。咁呢4種咧每個咧都係有啲好處，有啲唔係幾好，但係所以我哋大概如果我哋要咁樣做咧，多數咧我哋會溝埋佢嘅。有病人自己嘅骨起碼一部分，咁喺樽裏邊買嗰個牛嗰種係一部分，咁其他人嘅骨係將溝埋一齊嘅。咁其實做咗呢種牙骨移植之後咧，我哋仲有冇可能係患有呢個牙槽骨吸收呢？如果種咗入去，咁傷口好咗之後咧，差唔多有1年1年半時間，應該係平均咧，佢骨就唔會收縮，因為我哋防備佢。但係下一步咧就要刺激佢。如果你唔刺激個骨咧，你種又好唔種又好，佢會自然收縮。咁而家我哋喺牙醫嗰個方法咧，牙橋啊、假牙啊呢啲都唔可以刺激，只可以一個辦法，就要種一隻牙入去。種咗一隻牙，傷好咗之後咧，有咬力喺上面咧，佢繼續刺激，自然食嘢嗰啲咬嘅呢啲力咧，就會繼續佢防俾佢再收縮噶啦。多謝晒林副教授。我諗今日咧，觀眾朋友聽咗林副教授講解咗關於牙槽骨吸收嘅牙病之後咧，有咗更加深刻嘅理解啦。咁我哋今日先同觀眾朋友講拜拜先，好唔好？好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